国际新闻来看，美国总统川普第二任期以来，美国甲中国军事高层头一届交流。美国国防部长赫德塞斯甲中国国防部长当军初9的暗时视讯通话。另外，美国国务卿鲁比欧昨嘛甲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话，学者是指出讲，这有可能是为着川习会在做准备。 美国总统川普第二任期以来，美中军事高层头一摆交流。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甲中国防长当军初9暗视讯通话。美国声明表示，赫格塞斯明确表达美国无意甲中国发生冲突，也毋过也强调美国伫亚太地区有真重要利益会坚决维护。中国官方的新闻更是写到，当军提起台湾甲南海，中国实现完全统一是无法度阻挡的历史大势。任何突破甲干涉拢会失败。坚决反对个别国家侵权挑衅。 域外国家蓄意煽乱。美国国务卿鲁比欧初3甲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话，是两个人伫7月当协峰会会谈了后个一摆互动。美国国务院新闻局长鲁比欧强调，伫一系列双边事务上，开放甲有建设性的沟通的重要性。也毋过伫中国官方新闻局，王毅是以较严厉的言辞，指出美国最近消极言行已经干涉中国内政，不利中美关系，尤其伫台湾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，美国一定爱谨慎。学者分析。 美中密切沟通可能是为川习会铺路。目前的美中透过这2次的这个通话，我觉得有点是一方面是双方是重申既有的立场，但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双方都还是有意要维持一定程度的战略稳定。那这有没有可能会铺成这个川习会面？我觉得。 当然是有机会哈。同时，美国联邦众议院通过2026年度美国国防授权法，伫跨党派机关支持，其中继续立志台湾安全合作倡议，各项调到10亿美金。另外，驻美代表人数调整消息传出，有大类短期内未变动。副总统萧美琴抛出，甲美国参议员海格提视讯通话相片中也有大类的身影，方认为是咧澄清短文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